把迄个都会慢一点点，高一点进来练，把手动来练，来。 小节那个哒哒哒，那个是一拍，舞蹈它后几点？先可以试看一下，看一下，对，拍最后一拍哦，一 go， 3、4、5，它像4个双胞胎4个，它管比较好 shake 吗？ 好，再手1个，1、2、好，我们最后那个再一次，因为放松那个12小节敲勾的人，故意帮那个新梅姐敲勾，那个勾你处理对不对？对，我处理。我完了，我完了。这几个最好哦。好 ，setting 3。 第一小节，从头 setting 3， 1、2、3、4 setting 3， 来，听着。 团体只能带1层。来，王玉兴帮我马上回去这一层。这个时候手放中的枪都会放中间收，然后外围就是收其他的东西。就是再麻烦大家了，谢谢。 结束的时候把谱盖起来好了，直接盖起来，然后中都让它倒，中跟谱都放。
喂。好，我知道。喂，开始。喂。吧。喂。好，哈利路亚，1、2，1、2，test， 1、2、3，会使咩？麦克风气音，1、2，OK。
叫他们都出去。哦，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恁平安。啊，等下礼拜还阁剩1分钟就要开始，啊，这点将咱手中的手机啊，甲关做震动，也是关机，啊，避免咱影响礼拜庄严，多谢。请咱的手机甲关震动，也是关机。伫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举行台南中会东门北溪的纪念教会刘秉基牧师就任第10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这点请特会员进场，会场请起立。请坐。愿得到帮助是我靠耶和华的名，伊是创造天地。啊，你姊妹伫欢喜的日子，咱着齐声学了三一真神，就是咱的上帝。学了伊的伟大，笑量伊的慈爱，请大家起立来吟圣诗第2首。圣诗第2首，圣在，圣在，圣在。光临挂住。
咱议员兄弟用咱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告别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创造统治人甲万物的独一真神，伊就是历史甲世界的主，实行审判甲拯救。伊的囝对圣神投胎，对在神女玛利亚出世，做咱的兄弟，就是人类的救主耶稣基督。因是未计死过活，显明上帝的仁爱甲公义，互咱甲上帝搁好。伊的神就是圣神，踮伫咱中央，将真，互咱2万百姓中最敬敬，直到主过来。完信圣经是上帝所启示的，记载伊的救赎，来做阮信仰甲生活的准则。完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体，受调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搁定本伫本地，认同所有的子民，通过听甲受苦来成做5人的记号。关心人对上帝的恩典来悔改，做得赦免，用天神仁爱甲献身生活应上帝。完信上帝互人有尊严、才能以及强土，来有份伫伊的创造，有责任甲伊三甲管理世界。对安尼，人有社会、政治甲经济的制度，也有文艺科学，阁有追求精神的心。总是人有罪，误用这的文字，破坏人万物甲上帝的关系，所以人就倚靠耶稣基督的救恩。伊要互人对罪恶中得到讨放，互受压制得到自由平等，伫基督成做新创造的人，互世界成做伊的国，充满公义、平安甲欢喜。请坐。请咱同心来祈祷。慈悲天父，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互阮毋干那受拣选，成做上帝你的囝儿，也有份领受你白白的恩典，也会当伫奉主的名所设立的教会来宣扬你拯救的福音。阮献上阮的感谢。当伫今仔日是你所定定的日子。阮正受阮的囝儿3甲组织伫东门北起的纪念教会来参与老兵系牧师就任东门教会第10任的牧师。这是你所拣选的罗卜，甲伊的羊群做伙伫你的面前来使用。求使你大大施恩赐福伫这个时刻，并且坚固因的信心，互因伫所起造的教会荣光上帝你的名。但我要为着老兵系牧师来祈祷，求你予伊无袂去执，当时你呼召伊的使命，愿主将好牧者的心放伫伊的内面，帮助伊定定敏感着羊群的需要，显示伊有属灵的恩赐，时常注意领受，就通互信徒得到造就甲成长。愿主使伊智慧通达，正道道开力，开拓圣经真理，忠心无因教诲，也劝解迷失的人反悔认罪。阮相时也为着东门教会的忠直同工以及圣徒的灵命来祈祷，求主你予因会当定定经历着你的慈爱甲恩典，也点着因心中火热的心，伫因生活中间会当活出好的见证。求主予因成做牧者的好同工，并且共同来建立下主心意的教会。求你予因肢体之间彼此会让相听相扶持，用圣经的价值观来治理教会，也将牧者当作是上帝的使者，将教会当作是神圣的所在。愿你的圣会
诚做基督的厝，愿你的圣殿诚做意爱听圣经教导的所在，愿你的圣所诚做三听三夫妻心灵得到透放的所在。但愿也要为着东门教会来献上感谢。伫过去117年来，阮相信是你圣神的保守甲引带，互东门教会伫这个社区诚做光甲盐，也通过历代的牧者甲忠直信徒的拍拼，互教会会当哪来哪成长，哪来哪永驻。但阮也要为着今仔日我来参与着这个特会的人来祈祷。毋管阮是牧者的亲人朋友，还是其他教会来参与着这个特会的牧者信徒，阮恳求你借着这个礼拜，搁再一遍来提醒阮。阮有啊定定为着你的圣会甲集体来祈祷，也求你帮助阮，互阮会当诚做基督的精兵，甲教会的好同工。因阮拢捌伫你的面头前捌洗浴过，要决心来协助牧者伫你教会，做你真正的好管家。所以当阮参与这个特会时阵，也求你唤起阮的使命感，甲服侍的热情，互阮会当通过这个圣会，伫这个世代，互你的圣会也得到高举，互你的性命会当得到荣耀。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这线咱东门北吉的纪念教会生活队要用为了主的荣耀，为了主的荣耀来做咱再次的献身甲决志。
学老拢归荣光，互咱的爸上帝。圣经真理是咱活命的理由，咱三个来领受上帝活命的话。咱三个来讲受上帝恩典的话，记载伫诗篇100篇，咱要读1节到第5节。全地中摇花出欢喜的声，恁着欢喜的心服侍耶和华，唱歌来到伊的面前。恁着知耶和华是上帝，咱是伊创造的，咱也是伊的，咱是伊的百姓，也是伊草场的羊。用感谢入伊的门，用懊恼入伊的院，着感谢伊，懊恼伊的名，因为耶和华是好，伊的慈爱到永远，伊的信实到万世代。愿上帝祝福所有听伊的话的人。这是咱中华义长吴伟的牧师要用真特别的讲题，叫做东门教会。东门教会来甲咱三个辩题，咱专心来领受。咱大先做伙来祈祷。阮的主，阮的大牧者，阮感谢你，因阮是你草场的羊。主，你是阮的保护甲引带，主，你互阮永远无欠缺，因你要赏赐阮教业。主，阮感谢你，你引带带领阮，阮也要跟对你的引带甲带领，互阮尽一世人来服侍你、学了你、敬拜你，也尽阮一切快乐，为着主你的荣耀来活。主，阮感谢学了你。愿你也是阮祝福，伫阮下晡会得会一个礼拜，愿你也高满你罗宝的喙齿，互阮无论讲甲听的，拢平平得到利益。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所敬听咱的两位在座牧长同工、来宾贵宾、兄弟姊妹，特别是咱要就任第10任牧师。咱的老兵希牧师，大家平安。感谢主，互咱今仔日会通三甲组织，伫奉主的名所设立的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这是我一个感动。我想讲，用咱的教会的这个名来做一个讲题的题目。原底想讲用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总是咱像咧伤长吼。我若要用老兵希牧师来做讲题的题目，嘛，咱亲像怪怪安尼，所以我就用东门教会来做甲咱思考、分享的一个信息的一个主题。咱的主，咱的上帝，伫逐世代、伫逐所在设立教会，无论是伫天边海角，还是伫都市庄脚，每一间教会拢有上帝美好的旨意，甲业力伫迄中间。我嘛相信，东门教会对伫咱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无共款的印象，特别伫咱台南，甚至伫台湾，东门教会伫咱的生命中，可能嘛拢有无共款的意义。对伫咱的老牧师来讲，东门教会是伊咧所来牧养的一个新的学场、新的葡萄园。对伫咱的中职信徒来讲，咱拢是东门教会草场的羊，咱拢要来接受着咱新任的牧师的牧养。对伫咱的今仔日的来宾贵宾、牧长同工兄弟姊妹来讲，咱嘛拢真喜乐、真欢喜、真快乐，也要来为着东门教会，为着老牧师来祝福。对伫我家己来讲，东门教会嘛有真特别的意义，因为我的外妈陈玉燕长老，早期就是咱东门教会的长老，所以我的妈妈、我的阿姨、阿姑，甚至我的姑丈，拢是东门人，拢是捌伫遮成长，拢是捌伫遮大汉。我伫即个门来出入，当然今仔日三甲组织伫东门教会，是为着东门教会的喜事，
由咱将老牧师甲带入门啊。所以今仔日我来时，哇，看见咱真热热，外口咱的招待的咱的同工青年，安尼量体温的量体温，喷酒精的喷酒精，来邀招待的招呼的签名的，大家拢真欢喜，大家拢真快乐。所以咱今仔日拢是用着感谢来入着东门教会，用着娱乐来入着上帝的院。咱感谢咱的主，娱乐咱的主，特别是咱东门教会兄弟姊妹，对咱来讲，佫较是一个无共款的一个开始。特别伫咱历代的咱的牧者中集当中建立的水的基础的中间，咱伫即个世代中间，伫即个咱看见今年毋但是有即个武汉的肺炎，佮有美国的选举，真侪世代的变化的中间，相信咱拢有一条真长的路，爱做伙来努力，做伙来跑走。东门城，有人讲应该是东城的门吼，但是咱讲习惯变做东门城，是一个重要的所在，是一个地标。圣经内底，这个门嘛是一个关键字。这个门对旧约到伫新约，旧约有啥门？门厅、门厅、门徛，到伫新约有耶稣做的譬如，耶稣所咧讲有条的门，过油的人是要过迄个门，除了过门以外，阁爱过迄个门，甚至耶稣讲伊家己就是迄个门。启示录内底，耶稣伫门外拍门，所以咱家己，咱就是迄个门。门是互咱会通进出、入来、出去。城门、东门城会当做一个保护，做一个固守。城门口对伫古早时代，无论倒一个所在，拢是一个咧做调解的所在。大人伫迄个所在会调解代志。城门的内底是一个安全的所在，互咱伫迄内底，伫门的内底，伫城门的内底，咱会当真平安、真安全。有条的门，佫较是咧固守着遮个羊仔的一个真重要的所在。所以耶稣讲，伊就是迄个门。所以教会嘛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门的角色。教会内甲教会外，就是咧固守咱的兄弟姊妹，咱的信仰。总是有时咱必须爱出去到教会外口，爱进入伫迄个豺狼野兽的中间来传福音。主耶稣是门，这个部分是互我真感动的一个部分。因主耶稣讲，我就是迄个门。较早咧雇羊仔，咧带羊仔，有时爱带到无共的所在，逐水草而居。雇羊的人爱甲因的羊群带去有草仔的所在，有水的所在，到伫青翠的草埔，到伫安静的水边。所以伫迄个所在，有可能真简单的一个休困、过暝的所在，但是可能有豺狼野兽，所以雇羊的人伊家己就甲伊当作是迄个门，固守着遐个羊仔。咱是雇羊的人，咱固守着遐个羊仔，总是耶稣讲伊家己就是迄个门，伊要固守咱，伊要保护咱。伊要引带咱，伊要带领咱。启示录讲耶稣伫门外拍门，耶稣伫咱的心门的外口拍门。你敢有要开迄个门？你敢要将你的心门拍开，互耶稣进入到伫你的生命中？当牧师去咱的厝内探访的时，耶稣老牧师伫门外拍门。伫遐饲电铃，
你要当作无听去，还是紧诶西装打扮，地点加比穿好好啊？咱诶牧师要来甲咱探访咯。你兄弟姊妹，问是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关键。虽然佮分3个部分来思考，第一个部分，当主耶稣讲我就是门的时阵，耶稣毋是讲伊是倒一个门，倒一扇门，耶稣就是迄个唯一的门，除了伊以外，无有别个拯救。所以耶稣就是迄个门，就是迄个救恩的门，就是迄个拯救的门。所以主耶稣讲，我是真理、道路、活命，若要照着我，无人会通去到爸遐。耶稣是唯一的道路，耶稣是唯一的迄扇门。第二，门是咧保护，咱拄则有讲，伊是咧固守，伫迄内底你有安全感。所以，当咱进入到伫东门教会即个门内的时阵，咱就感受到一种的平安，咱就感受到一种的喜乐，咱就感受到一种的安全。甚至当咱听到音乐的时阵，无论是管风琴、唱经，还是咱的献诗，咱都真感动，咱就感觉到真安慰，佮听到咱的老牧师的信息，咱就感受到家天开力。明仔载开力，今仔日甲你传便便，互咱重新得到开力。所以这个门是真重要的。第三，门是一个分别。伫咱的教会，咱拄则有讲，教会是一个救恩的门。所以当咱进入到伫真内底，咱有一个信仰的基础，总是咱必须要出门去，出去。是要宣教，是要传福音。特别阮教会最近咧看一寡影片，初代教会因所要面对的，毋是敢若亲像咱一寡无道友、未信者，也是咱讲拜拜的。初代教会所面对的是异教、异端、邪术，甚至面对着罗马帝国。迄种的困迫、迫害，迄当时的信徒因信耶稣是爱面对着性命的危险。顶礼拜伫太平间教会红木就任典礼，咱有看见太平间教会伫迄个特别日本时代历史的中间，迄种的艰苦、迄种的困苦甲艰难。伫咱东门教会100几年以来的历史，特别咱100几档的教会，拢有面对着世代的变化，迄是真辛苦的。所以，当咱每一遍伫少念着这信仰的前辈的时阵，咱会通搁特别感受到教会存在特别的意义。咱今仔日来到东门教会，进入这个东门城。东门城是一个分别保护，咱进入到伫东门教会，东门教会固守兄弟姊妹的信仰，佫较是一个祝福的所在。当咱的老牧师对东部来到东门，进入这个门入门了后赴任了后，爱得真骨力、真认真，关心探访。了解种种的状况，甚至去到伫台北，嘛结连着咱的东门桥。相信老牧师对东部来到伫台南这个都市可能要一段时间的适应。特别台南市是一个古都，一个府城，真特别的所在，道路嘛真特别。风情嘛真特别，人情味嘛真特别，可能甲老牧师心中的台北市嘛是无共款的市，总是的确有无共款的稳定，无共款的祝福。也通过咱的老牧师伊的祈祷，伊的意向，
成全、共生、互相宣传，甲咱的兄弟姊妹共生，伫这个地区，伫这个教会，特别有咱历代咱的牧者中一同工兄弟姊妹所建立水的基础，互咱兄弟姊妹每一遍，咱进入到伫这个门，就是要来充电、造就，把咱的快乐传福遍，重新得到快乐，亲像鹰鸟天势飞悬。总是当咱出去这个门，咱就是要宣告，就是要传福音。亲像咱的老牧师对台东的新港，到伫台南的东门，对伫新港 mission， 来到伫东门 mission， 的确有无同款的印象甲带领。愿上帝祝福咱东门教会、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也祝福咱老牧师、牧师娘全家，咱做伙来祈祷。天父爸爸上帝，阮感谢俄勒你，专用主你出欢喜的声，阮用欢喜的心来服侍上帝，用时光、用祈祷来到你主你的面前。主你是阮的主，阮的大牧者，阮是你所创造的，阮属于你，是你的百姓，也是你草场的羊。阮要用感谢入你的门，用俄勒入你的院。感谢你，俄勒你，用主你是好，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到万世代。全奉你名来祝福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祝福伫老兵伊牧师伊的全家，而且有新的开始，阮上加温，你上加力，亲像鹰鸟，天势飞悬。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贴，请咱东门北克的纪念教会兄弟，咱就心存敬畏，用严肃的心来准备咱家己，通伫上帝面前来誓约。特别要念圣诗443首，念到第30的时阵，请咱东门教会的职事引带咱众会友来到伫台前者来誓约，啊，请守卫员徛伫咱的牧师的身边。即刻，请咱起立来念圣诗443首，愿打地主圣殿。广大的祖先。
要将请坐，咱若无方便的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会友，请咱起立，请东门教会会友请起立。咱在座咱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会友，咱起立吼就是好了，好。毋通甲牧师炸掉的。好。亲爱兄弟姊妹，这时爱照教会规矩来设立老兵系牧师做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牧师，担当主所交代性质，所以爱请要受设立的咱的老牧师，甲当会信徒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誓约。这是一个神圣的时刻，请咱用谨慎的态度伫上帝面前来立约。大先要请老兵系牧师来誓约。我来问，请你来应。牧师老兵希，你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今仔教会中特定好的职务，着我靠伊来设法，你又要安尼啊无？你有要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弥赛亚圣经以及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个别啊无？你愿意做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的牧师？确信这是上帝的旨意，要忠诚尽职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利益伊的圣会，你又要安尼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说使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若无照教会法规，你肯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规则的裁决啊无？这时我也要代表中会，唤起咱同会的众信徒知影，这个时阵也是咱信徒重新立志、奉献、誓约的时。所以，这时要请咱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的兄弟姊妹来誓约，我来问，请恁来应。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众兄弟姊妹，恁有相信刷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恁已经聘请老编戏牧师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听从伊，体贴伊，替伊祈祷，甲伊同工来兴起上帝国，煞攻击伊的需要，通互伊利益伫教会，恁又要安尼行啊无？牧师用上帝道理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顺从，来承受，恁又要安尼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的特殊，双方若有失错，应该通知小会来设法，毋通四过保养，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又要安尼遵守啊无？好，真好。这时，咱做伙来祈祷。主啊，你是要正人的心的，佮照你的所爱来拣选人做你的圣工。伫你的面前，阮发现，阮家己是何等的误会、卑微佮重罪，总是对你无限的疼，阮会通得到赦罪、赎回的福气。感谢你伫万难中拣选人佮你来同工，互有限的人参与你无限的圣工。有侪人有份伫至圣荣耀的性质，这是何等的荣光！主啊，阮只有用感谢来应答你圣的呼召，求你监察你的采用老本希牧师，即时徛伫你的面前，搁一摆甲你来立约，奉献伊本身，求主成全你的旨意，设立伊做东门北基督纪念教会的牧师，
来照顾你的正阳群。主，求你的神父赐伊，因带伊帮助伊来尽忠伫你对天呼召伊的职分。求你甲伊同工，赞伊的气力，来甲主你最好的采用。求你互伊会晓得伫工作中来仰望你，对你圣的模样来引带你的羊群，审视伊的心有智慧，通知影羊群的欠缺甲需要，及时来帮助因，互因的心心灵得到帮助甲安息。求你审视伊有疼心，亲像你捌为着羊放杀性命，审视伊有耐心。亲像你遍行山坪，找找失迷来倒转；审视伊有自心，亲像你抱羊仔囝伫胸前，带羊群伫头前来行。无论是伫欢喜、艰苦、富足，也是悲惨，求你互伊无袂记伫今仔日的誓约，对你的呼召受任做牧者，互伊会将心尽这份，直到徛伫审判台前。通对你得到阿乐讲，好，佮尽忠的罗卜。我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这时要来宣言宣告，会众请起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接纳你刘炳熙做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牧师，宣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权柄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宪法甲规则交代恁。但你受设立做牧师，就照顾上帝教会羊群，都无兴起上帝国，就谨慎你本身的行为，以及你所驾驶的，就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照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以及听你信息的人。阿门。会众请坐，请咱回座。当咱伫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完成了誓约，刘炳熙牧师已经正接咱台南中会的一份子。请这点，请特会员本庄的牧师中委长老，甲咱本堂东门巴克的纪念教会的守卫员，请出列来行手礼，接纳咱的同工，接纳咱的牧师。是咱本庄的牧师。感谢主，咱今仔日有真侪牧者吼，甲打阿手压袂了吼。安尼可见若无属伊的交陪真旷阔。啊，搁有吼，
所以咱东门北个咧纪念教会的小会员咱来接纳咱的牧师。特别来请中会议长吴伟的牧师来主持小会应信的仪表，请咱前小会议长，这刷过来变前小会议长啊吼。好，甲咱本堂老牧师。好，多谢。接下咱来请咱台南中会上新的牧师刘炳奇牧师来讲伊就任的感言。议长、特会员以及在场所有的牧长同工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我要用一段圣经节来三体鼓励，伫耶利米书33章第3节，伊安尼讲：你求叫我，我就应允你，将你所毋知、搁大搁奥秘的事来指示你。华语圣经翻译讲又大又难，但是伫新译本讲奥秘。2020年是充满奥秘的一年，是充满危机的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因为所有的计划拢无一定有效，所有的经验拢有可能会拍破。正做上帝的萝卜，咱敢若有一个选择，就是第一去冒险。有当时咱需要行过了后，活转身来看，咱才知上帝的旨意到底是啥物。前几礼拜伫小组团契内面咧讨论，到底什么人影响力上大？有当时真歹讲一个答案，但是我想起10多年前要进入神学院的时阵，有一个牧师问我一句话，伊问我讲：你想要去苏门答腊无？苏门答腊伫对，伫印尼。问伊讲爱偌久？2个月。所以就安尼，我去印尼苏门答腊2个月，踮伫遐做短期宣教的训练。去2礼拜了后，一切浪漫的想象就消失啦。语言甲文化完全无共款，剩啥物？敢会让家己甲上帝对话，敲吹啥物是上帝的呼召。迄是头一摆，我对台北搬过熟悉的所在，去到完全无熟悉的所在。搁续来，2年升3年的暑假，搁有另外一摆机会。这摆我去 Michigan， 伫 Ann Arbor 的台湾人教会实习。虽然甲印尼比起来吼，这应该较熟悉啊，但是依然是无共款的所在。踮伫遐学习去冒险，也踮伫遐咧思考。到底什么是牧会？故事一直到11年前，传道书要分派的时刻，内心敢若有一个想法：倒位拢好，只要莫是台北。所以安尼，我去台东成功。我踮伫遐，我学习做台东人。踮伫遐头一天。长老坐伫礼拜前、礼拜堂的面前，甲我咧讲话。伊讲，传道啊，你好好踮伫遮吼，未来有较好的发展，恁就通去试看卖啊。一礼拜了后，拄着2009年拄着啥？莫拉克洪台，兄弟姊妹敲电话讲，传道莫烦恼，这也毋是上大的。因煞者就讲，敢袂
敢若头一礼拜传道都互人惊转去台北啊吼。可能上帝感觉踮伫台东有搁较好的发展，所以安尼时间过了足紧，我住11年，有一摆机会，甲当时伫宏信教会咧服侍陈南洲牧师咧讲话，伊鼓励迄个伫感情真少年的传教者，伊安尼讲：咱所爱做的事，是互囡仔甲少年人看见新的未来，而且互每一个年长者有尊严行入历史。这是陈牧师对我讲的。新港教会也是应该讲，台东这块土地造就阮全家，帮助阮有机会突破都市中心的眼光，去看见一个更较宽阔的台湾。去看见一个较宽阔的台湾，嘛踮伫东部中会有机会参与无共款的经验，嘛知影讲东部是一个真水的所在，咱会当用新的眼光去用世界、用社会来对话。经过一段真长的时间，阮开始咧思考过来咧。我看到踮伫神学教育内面实践神学的欠缺，所以一年进前，阮决定要辞职，准备要进入一个未知的冒险，就是准备要申请学校。总是哪服侍哪申请，一点仔拢无轻松。也因为今年咱拢知发生什么代志。一个上帝所弹落来的变化球 ，COVID-19， 徛伫十字路口的阮全家，毋知影到底要往对行，嘛真意外拄着南门教会陈信昌牧师，伊一句讲啊，咱今仔日拄着吼，这上帝的旨意啦。其实迄天进前，阮两个人无讲过话，无讲过啥物话，啊，伊敢若讲这检采上帝的旨意。都因为安尼，阮有机会甲东门开始有结连，来到伫台南，阁是另外一摆的经验，就是无论安怎想要去一个毋捌生活过的所在，踮伫遐，踮伫遮，三学习，所以台南对阮是一个完全真新的所在。对台北到台东学习做台东人，现在要学习做台南人，但是伫这个转换中间，我知资源真正有真大的无共款。踮伫整个的台湾，资源的分配是完全有真大的无共。弱势者拄着困难，这老大人踮伫少年人一直咧活跃的过程中间，心灵需要照顾。这少年人。咱现在讲陷入敢若永远无结束的厌世感，找无毋知要安怎向前行。所以我咧甲东门教会对话时阵，我讲咱需要世代成全，咱需要彼此斗相共，共生共生是教会需要向社会讲话，甲整个社会徛做伙。有无共款专业、成长背景、国家、性别、族群、宗教的朋友，共同来赢治台湾社会的困局，真做真实的见证。来到伫东门北迄个纪念教会，我开始看到足侪奇妙的结连甲祝福，因为我甲王明仁牧师的后生林伟牧师是同学。所以我听过王明仁牧师，来到东门了后，读王明仁牧师踮伫咱教会服侍，得到侪感动，也得到侪鼓励。罗仁贵牧师是我母会大稻埕教会前的牧师，踮伫伊任内，我受推荐到台湾神学院。伊踮伫东门教会服侍，互咱今仔日有真好的场地。硬体的改善，佮有对面真宽阔的所在。
东门巴克利纪念教会有2间真重要的礼拜堂，一间踮伫遮，一间踮伫对面。因咧讲2个人的故事。因咧讲巴克利牧师甲夫人伊丽莎白的故事。巴克利牧师成全台湾这块土地，成全台南这块土地，为了台湾人奉献伊的一生。所以踮伫这间礼拜堂内面，咱要不断宣扬上主的福音。伊丽莎白东门教会是因为牧师娘伊丽莎白所设立的，伊关怀新老病院、新学院、中营中学、中营女中遮的服侍者，为着要关怀因，所以促请东门教会踮伫遮。自迄个时阵开始，就叫做共生啊。所以现在伊丽莎白礼拜堂徛起踮伫对面，伊所要讲的信息是，要继续照顾伫即块土地所有的人，来写咱的未来。所以成全甲共生会继续正做宣扬甲照顾，要继续来祝福即块土地。一个香港神学家陈伟安博士所讲的一段话，我感觉足趣味的。伊安尼讲，伊讲基督徒是认真咧争取成功，却快乐接受失败的人，因为这是稳定的人生，赢是稳定，输也是稳定。基督徒的人生就是一场恩典游戏，这场游戏内面，咱尽心、尽性、尽意。但是咱唔通袂记哩，伊游玩拢是一场游戏，这都是基督徒人生的热情，嘛是伊的淡然。努力打拼，但是无互成功啊失败所捆绑。无论是家己的成功失败，也是别人的成功甲失败，咱拢不过是踮伫上帝的掌权下面，成就伊的奥秘那尔。就着安尼，传道书内面所讲的什么？空虚，才是上界真实的愿望。感谢每一位参加的每一个同伴，东门教会兄弟姊妹，也有这个名叫趣味的台东共生伙伴。这是因新港教会做主体，有一个四线踮伫外面。台东共生伙伴做伙踮伫遮，见证过去11年来所行过的路径，以及阁有一团足趣味的 PTL 音乐侍奉小组，看起来足侪人拢东门教会，这真正是拄啊好。阮对大学就做伙团契，做伙唱歌，无想到讲。有个人原本就东门教会，有人结果是嫁来东门教会，所以因也见证的是，我对大学时代信仰伫着造就的一团，做伙吟诗，做伙学道，阁有无法度来到伫遮的踮伫香港的，所以爱阮唱迄条歌有够歹唱。许维恩老师，侪人踮伫咱中间。咱人生的路站，拢在敲吹上帝的道路，上帝的奥秘。所以，上帝要将迄个又大又难的事，交予咱每一个人。无论咱踮伫什么所在，上帝拢呼召咱，尽其所能，陪伴他者，享受其中。各讲一摆，尽其所能，陪伴他者。享受其中，愿上帝赐福咱，多谢。谢牧师的就任书吼，接续咱来请前小会议长罗启宗牧师来介绍刘炳奇牧师甲牧师的厝内底的亲人。而且受派来介绍牧师娘的家的亲人。首先来介绍牧师的亲友，就是牧师的爸爸妈妈。让爸爸来同意。
过来牧师的姨婆，唔知伫倒位来。甲即个院长吼，就是黄信富牧师，是台中中会草屯教会的牧师吼。牧师煞袂记去介绍牧师娘啦哈。来，咱还未看到牧师娘甲伊的细囝哈，来，咱包括欢迎。来，煞只牧师娘伊的妈妈来。个牧师娘的妹妹妹婿来伫倒位，来，伫即边哈，个有阿哥姑丈，遮，个有一个是牧师娘的叔伯阿伯，哦，你要看是啥物人？你家己听起来，小牧师。甲伊的爸爸妈妈哈，这个小牧师的爸爸妈妈嘛来哈，好，甲伊的兄弟哈，个有小牧师的查某囝肖怡君牧师哈，伫中做校牧哈。最后，那是牧师娘的这个比较介绍过，就是小牧师的爸爸妈妈是牧师娘的职工甲金伯啦哈。以上谢谢。有介绍无对的无？若无，咱会通好起立，甲你讲声无吼。我来即只咱要感谢这个台东重新东盘因对远远的台东无少路途的遥远，来到咱台南要祝福，因要用心业更新的故乡，心业更新的故乡来祝福咱老牧师家庭愉快乐，福世上帝。罗马书12章2节这么说：
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良善、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心意更新的故乡，这首诗歌是廖秉熙牧师伫新港服侍11年伊所写伫台东在地的故事。歌词内底有提到心意更新，伊的意义是讲，期待我们每个人的心可以找到一个驿站停靠的地方，让我们在那边认真的耕耘付出，将看到新的盼望。阮这阵人互牧师称作是台东共生伙伴，就是阮内底有新港教会中职东港，阁有大专的学生，阁有做伙东港、做伙办活动、做伙经历甲侪上帝恩典的人，所以阮今仔日真欢喜会当伫即个所在唱即首诗歌，所以牧师阮真感谢上帝。会当找去牧师甲牧师娘做伙来到新港即个所在，互阮去看到台东即个所在故事，台东即个有一个新的愿望。即摆阮嘛透过即首诗歌，希望做伙来勉励大家，希望咱透过上帝来帮助咱，互咱这心意更新的故乡，不止伫新港，不止伫台东，也伫东门，也伫台南即个所在。就是将一切娱乐应当归予上帝，真水真意义的诗歌。接下来真送礼物，咱要请咱第二长老、刘英雄长老代表本会来咱整首的议长卢启宗牧师一段时间来甲咱同教会的协助。来，接续还阁有要对咱协助牧师、当有心牧师，就是伊这段时间来协助咱的教会。一定要照相纯正就对了。好，接续咱要感谢新港教会吼，要为咱的新任牧师刘秉熙牧师来甲伊致谢，传好啊未？
这个是。好，就是新港教会，这所人啊，请母这个母校吼，台湾新人去。后来，咱就是来请台湾教会广播社咱邱牧师来代表吼。接线咱来请家己的宣教中心的院长就是咱前牧师罗仁贵牧师来致礼。所来请咱牧团会咱牧团会家长谢代理牧师来代表牧团会来致一个致礼。咱咱们纪念教会咱大家是咱第一小区，咱请区长南牧师来致礼，多谢。好，最后咱要来请台南区这个校友会会长陈牧师来代表咱第南区这个校友来致谢吼。好。若佫有要致礼，咱私底下得时间。好，接续这歌，一首唱无够，两首唱来答。咱要多谢这个 PTL 音乐事奉小组来带来这歌，这个这歌叫做《靠主恩典奇妙快乐地保护》，靠主恩典奇妙快乐地保护。
多谢恁的祝歌。接下来听读一个祝典课片，请咱中尉长老侯良新陆长老来读。咱伫这边老兵义牧师就任担任巴克的纪念教会的就任受职的感恩礼拜，咱有收到济封的祝典甲祝片，我无要一一来读，我只有要读3封来做代表。第一封。做主中牧，做羊良牧。我感谢，互我有气力的，就是咱的主基督耶稣，因为伊掠我做尽忠，设立我做车用。愿上主赐福，温上加温，力上加力。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总会议长阿姆斯塔基斯利莱南，总干事林鸿仲，代理总干事蔡南信，开全体总委一同敬贺。第二封，忠勤尽职为主拼命，全体信徒3好3听，爱主福音同心拍拼，高举十架荣光之名。人的所行，家己看做正直，独独耶和华测度人的心，行义秉公，是比献祭更较得到耶和华接纳。愿主赐福，同心合一，兴旺福音，应神益人。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南中会第90届议长黄伟立牧师，开全体中委牧师长老一同敬贺。第三封，东华派献身迎神，世光标炳搬山入城，门徛且偌济一人，地盐未虚过海责赢。海内外肯定赞赏，尽所谓志于使命情。初生督不为大长，以夫察保守有安定。萧福德牧师敬贺。以上。多谢。接下咱们来请第二长老、老英雄长老来代表教会向大家致谢，感谢恁今日前来致谢。来先感谢咱伫天灵的上帝，感谢你带领伫阮足短的时间，阮就找着老兵的牧师来做阮的主任牧师，伫遮来牧养阮东门教会遮羊群。我来感谢中华囝遮的每个牧师所带领遮的会员来伫遮，甲阮做伙来做这个圣会。我感谢黄立牧师的主礼，新建议牧师的司礼，中兴牧师的祈祷，甲下半下牧师的这个读圣经，罗启忠牧师的介绍，甲何仁信牧师的作品作典，甲刘信荣老师的抒琴。伫这个无牧师的时间，我感谢两个阮的协助牧师，就是前半冬迄个陈文忠牧师伫阮遮帮忙，佮后半冬的这个陈友生牧师的帮忙。我来感谢老六林牧师这段时间，我带领阮的主日学，甲阮的青少年伫遮。阮也特别感谢罗启忠牧师这小会议长，伫足无闲的中间，伊也来主持阮的中职会、小会、洗礼这个圣餐，完成长老甲执事的选举，阮拢感谢因。阮今日特别感谢遮牧师、牧师娘遮亲族来伫遮，感谢济牧者伫即个所在来甲阮盛会。阮特别感谢来当共生伙伴甲 PDL 音乐事奉小组的献诗，甲东门教会遮圣乐队甲球唱团的献诗。阮一切荣耀拢归伫咱天灵的爸，多谢恁的参与。伫会外结束了，阮的招来人员。大家有一个餐包，请你免客气吼，大家来客一个餐包吼，阮拢准备足济，毋免惊讲客无吼，多谢你。咱有注意听到无吼？甲等下要出去拢无客气，有一个餐盒通好摕去。你会感觉讲敢有纪念品？咱的纪念品的经费要甲奉献伫一个什么所在？咱的纪念品的费用，咱是甲转去奉献一个单位安尼吼，所以咱今日时间有餐盒，佮谢咱大家来吼。
好，愿天父上帝感谢咱今仔日伫伊的面前所献上一切的感谢、阿乐、尊重甲敬拜，请会众起立来吟上言390首阿乐天父万福本愿。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逐个新的日子，你亲切来招呼。伫这个新的日子，主你甲阮三甲同在。主阮知你每日无停伫照顾，主阮靠主你的稳定、奇妙、快乐，会通来保护。阮要坚信顺探主你所安排的道路。那阮主耶稣基督稳定，天父上帝听痛。圣神的相通，甲恁全大家三甲同在，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将请议员徛伫地位场，地位员退场。会众请坐，请安静别倒。等到电乐完成了时阵，咱才自由行踏，有声。
谢。这时请咱即马咧摆这位的时，请伫2楼副堂的内面，甲101副堂的内面，咱拢到伫大礼拜堂三角来翕团体的相片做纪念。请伫2楼、3楼、教育大楼、2楼、3楼这个内面是咱东门的兄姐。伫101这兄姐，请咱拢移步来到伫咱大礼拜堂的所在，咱要来翕一个大团体照吼。这边的对面的小可到迄个桥仔遐吼，往后挪一下吼，后边遐免吼，前面的吼。丽兰牧师，什么呀？温良牧师好。温良牧师来，嘿。好啊，请咱都下当行来这个走道吼，往前站一下没关系吼。哪里？请伫2楼、3楼。教育大楼、2楼、3楼的兄姐，也是你伫外口的兄姐，咱拢移步来到伫大礼拜堂，咱做伙来翕团体照吼。来，麻烦者后壁门口开者吼，安姨麻烦一下。伫外口的兄姐，咱拢做伙来翕一个大合照吼。来，赶紧，中遮还会当徛，中遮会当徛吼。来，来，对面这个小可后壁，来，头前车嘛是会使吼，来，恁遐 OK， 先挂队也 OK， 来，口罩，口罩甲摕落来吼，咱若咧相片啊说出来看较有，来，口罩，口罩爱甲摕落来，安尼看较有啦吼，来着笑一个吼，苦瓜敢会苦？袂啦，西瓜敢会甜？会吼。来，拄仔是伫迄个吼。恭喜，欢喜，来，恭喜，欢喜，来，搁一摆，来，1、2、3，恭喜，欢喜，来，歹势，拄仔咧翕吼。安尼好对啦吼。
来，爱笑，真正。好来，欢迎，恭喜。好，安尼有吼，好，感谢。即马就是啥？来。过来是哪一个？请特会员甲在场的牧者夫妇来到头前的所在。